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莎听歌学台语，我是丽莎。咱今日要来看的歌曲呢是灭火器乐团的《生活革命》。这首歌是咧讲咱人伫咱的人生内底咧，加减拢会失败、会跌倒、会受伤，会对这个世界感觉怀疑的混世间。不过，不管咱受偌济伤，一定拢爱勇敢站起来，去对抗咱生活当中的现实，把咱的伤变作是改革的动力。咱袂当互拍败，爱活出家己希望的生活。好，安尼咱来看这首歌的歌词。娃娃 TV。最近我感觉规个人神神，感受到家己的失败，我感觉随时拢会爆炸，脾气无法度按捺。也有想过讲出我的悲哀，期待啥人会了解。伫这个食糖食铁的时代，有满腹的愤慨，假sen的虚幻的误路世界，看袂到希望的未来。压榨啦，心情是愈来愈歹。生活革命趁现在，改头换面趁现在。我要站起来，面对所有的阻碍。我要证明我有才调将现实拍败。勇气摕出来，一定袂失败。只要这个世界也有存在一寡爱，也有一寡爱。最近我感觉规个人神神，感受到家己的失败，我感觉随时拢会爆炸，脾气无法度按捺。神神的是一种感觉，伊会当分做两种，一种呢是身体的感觉，就是感觉足忝的，啥物货拢无想要做，亲像人破病啊、发烧啊，拢会感觉神神。即摆的武汉肺炎有一个镜头呢，就是会感觉全身躯无力，人神神。好啊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心理上的感觉，就是感觉足烦的啦。基本上就是做啥物代志拢无热情啊，亲像你逐工拢一直做同款的代志，有一工呢，你一定感觉无意思、足闲的。佮讲另外一个例好啊，亲像恁阿母逐工拢叫三顿煮面互你食，你着食甲足烦的，你得当讲妈，敢会当换别种面，我食甲足闲的啊。好啊，按捺咧嘛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咧是交代，另外一个咧是忍耐。按捺这个词咧，其实是为日文的按捺来的。日文的按捺咧有几啊种意思啦，其中一种咧是带路的意思，亲像你若是伫日本问我要安怎去Tokyo岛，较好心的日本人咧，可能就会甲你讲我案内します，就是我带你去的意思啦。好啊，另外一个意思咧是介绍的意思，亲像你若是去美术馆，可能会有一个人走来为你介绍内底的物件，这个人咧就是案内人。啊，伊咧做诶代志咧，就是按捺。好啊，这两种咧拢是日文的意思。啊，我较早有讲过吼，按捺伫台语内底咧有一种意思是交代嘛，其实伫日文内底按捺嘛是有交代的意思啦。啊，伫台湾咧是较定定的伫酒店听到，亲像若是有大头家来，妈妈桑可能就会甲小姐讲吼，去甲王董的按捺一下，意思就是讲去甲伊稍稍的交代一下，嘛会当讲是安搭啦。啊，按捺的另外一个意思，忍耐咧是较定定用伫个忍耐袂调的状况内底，不管是欢喜还是受气，拢会使。非得就是有一项代志，你忍耐足久啊，挡袂调啊，你就会当讲我按捺袂调啊。这就表示吼，你即摆一定着要讲出来，还是要做这项代志，啊无你就袂爽快。好，安尼最近我感觉规个人神神感受到家己的失败，我感觉随时拢会爆炸，脾气无法度按捺。这句歌词咧，就是咧讲吼，有一个人，伊感觉伊规个人拢神神，毋过这毋是身体破病哦，是心理的感觉。伊就感觉伊做啥物代志拢毋对，做啥物代志拢失败，感觉家己无路用，要放弃家己，嘛渐渐无法度控制家己的脾气啊。这个时阵吼，这种人已经足危险啊！常常会当伫社会新闻看到这种人，因为家己过了无好无顺，所以会做出伤害家己也是别人的代志。也有想过讲出我的悲哀，期待啥人会了解。伫这个食糖食铁的时代，有满腹的愤慨。食糖食铁咧，就是咧讲一个人足凶的，啥物货拢要爱，食人无吐骨头。有一句话号做食糖食铁，食甲阿鲁米，这就是咧讲吼，一个人介乌啦，人会使食的物件伊嘛要食，人袂使食的物件伊嘛要食，不管是捡起的钱还是乌的钱，伊拢要趁啦。亲像你去菜市买乌卵。正常来讲，你买乌卵，头家应该会互你汤甲豆油膏。啊，你去买的时阵，看头家底的时阵，伊无包汤甲豆油膏互你，你就甲头家问讲，头家敢会当甲我加一寡汤，甲互我一包豆油膏？啊，头家就讲吼，加汤爱10箍，豆油膏嘛爱10箍哦。你就会当讲，头家你食糖食铁食甲阿鲁米哦。
意思就是咧讲，你来遮乌心嘛，啥物钱拢要趁。好，安尼也有受过讲出我的悲哀，期待啥人会了解。伫即个食东食铁的时代，有满帮的愤慨。即句歌词咧，就是咧讲吼，即个人咧，伫即摆即个食人无吐骨头的时代，伊心内咧有足侪委屈、足侪不满的，伊有想过要讲出伊心肝内的痛苦，看敢有人会当了解伊。假生咧虚华的五度世界，看袂到希望的未来，压杂啦，心情是愈来愈歹。假生呢，就是咧讲一个人足假、假鬼、假怪，亲像有做者查某囡仔，明明就足喜欢食一寡油的啊、甜的物件，毋过伫外口，尤其是伫做者查某的面头前，因就会讲吼，我较喜欢食青菜甲水果啦，这就是假生啦。抑阁有啊，亲像有一个物件，伊就足想要爱的，煞伫遐假生假达，假做家己无做想要爱的，亲像阮高雄的。好啊，压杂咧，就是心情郁卒，感觉足烦的。天气热的时阵咧，人较有感觉压杂啦，因为热天的时阵足热的嘛。这个时阵咧，若是有一个人一直伫边仔吵你，你就会感觉足烦、足压杂、足想要受气的。啊，查某囡仔每个月好朋友来的时阵咧，有几工嘛会感觉压杂。好，安尼假生咧虚华的五路世界，看袂到希望的未来，压杂啦，心情是愈来愈歹。这句歌词就是咧讲吼，伊伫即摆生活当中咧，感觉大家拢足虚华假生咧，无一个是真心真意咧对待别人诶，大家拢是笑面虎，敢若五路世界诶。这毋是伊要爱的未来，伊是愈看愈受气，愈看愈伤心嘛。生活革命趁现在，街头外面趁现在，我要徛起来。面对所有的阻碍，这句歌词是咧讲吼，若是要改变，就爱趁钱嘛，家己爱勇敢徛起来，面对家己生活当中所有的困难、所有的问题、所有的阻碍。好，最后一句，我要证明我有才调，将现实拍败，勇气提出来，一定袂失败。只要这个世界也有存在一寡爱，也有一寡爱。才调咧是本事能力啦，亲像即摆有一个物件足悬的，我徛袂着，我就会当问一个人讲。你敢有才调，帮我甲起起落来？换一句话来讲咧，就是你敢有本事，敢有能力，敢有办法，帮我甲起起落来。好，啊一寡咧，就是一点点仔啦。亲像人破病无爽快、无胃口、无想要食物件的时阵咧，你就会当讲加减食一寡啦。抑阁有啊，亲像我即摆有一桶糖啊，我家己食袂了，我就甲来阮兜的囡仔讲，无恁摕一寡走好啊。好，安尼我要证明我有才调，将现实拍败，勇气提出来，一定袂失败。只要这个世界也有存在一寡爱，也有一寡爱。这句歌词咧是咧讲吼，只要这个世界咧也有一点点仔的爱，伊就有勇气会当徛起来，会当拍败这个现实的社会。所以这句歌词咧就是咧甲咱讲吼，咱咧加关心咱身躯边的人，有时阵咧只要有一点点的关心，一点点的爱，就会当互一个人勇气，会当互伊重新徛起来。好，安尼大家拢有了解这首歌的意思啊！吼，安尼咱就来复习一下头前的一寡词。神仙呢，就是感觉足忝的，无想要振动，也是做啥物代志拢无热情嘛，摕袂出气力。这是一种身体也是心理上的感觉。我今日发烧，规个人神仙。阮妈逐工拢煮面互我食，我食甲足神的。按耐是交胎安大。忍耐的意思，我按耐袂牢啊！食东食铁，食东食铁咧是咧讲一个人足凶的，啥物货拢要爱，食人无吐骨头。你这个人啥物物件拢要趁，真正是食东食铁，食甲阿鲁米。假生是咧讲一个人足假的，假鬼假怪。你要食就直接客，莫伫遐假生假达。压杂是心情郁卒，感觉足烦的。我逐个月拢会来找我的好朋友昨来啊！我今日感觉足压杂的，你上好莫了我。才调是本事能力，你功课遐歹着，敢有才调会当考调大学？一寡就是一点点仔，你胃口无好嘛，加减食一寡。好，以上就是灭火器乐团的《生活革命》这首歌的歌词介绍。大家感觉安怎呢？我是真介意伊的歌词啦。大家若是有兴趣的话咧，会当去听看卖这首歌哦。好，安尼今日影片就到这。你若是有介意的话咧，莫袂记只帮我起赞，搁啊分享出去。爱要订阅的观众朋友嘛，爱袂记只帮我起一下订阅，搁会记得拍开边仔遐小铃铛，安尼才能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你上网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来帮我 follow 起一下赞的。
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